来测试一。再讲开始吗？喂喂，123123，嘿嘿嘿123，嘿嘿123。来黑色，黑色。来紫色，紫色。蓝色，蓝色。黄色，黄色。红色，红色。
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上帝恩典，让咱搁一届来到伊的面前，三甲来敬拜伊。我想咱雨水已经过了吼，天气嘛转好了吼。感谢上帝，让咱无阻挡来到伊的面前，这咱值得通值得欢喜的。咱开为礼拜大先，咱三甲头来祈祷。阮的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阮接受你大大的恩典。有时，阮硬阮的心；有时，阮无听叹你的话。但是主，阮知你接纳阮，连一路来看顾阮。主伫这个礼拜日的早起时，我们直接设立这段，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做一届同心，经过诗歌，经过阮的圣经，经过牧者所开拓的真理，我们来感谢你。主，阮也感谢你，伫阮拄着困难的时，主你扶持阮。主，当阮设立这个祭坛的时，阮所做的，拢是要仰望你，拢要奉献予你。主，当阮有份伫这个当工的时，主求你甲阮伫地，扶持阮，看顾阮，互阮所做的拢通荣光伫你的名。主啊，阮也将今日的讲员交在伫主你的手中。主，所以求你，互伊所开拓的真理，互听的、讲的，拢得到帮助。主，这时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人，主献上阮的祈祷。主，你无放杀伊，主，你无互因拄着过头因担袂起的艰苦。主，求你甲因伫地。主，这时阮直接在设立这个圣坛。主，求你平平赐福伫普天的，既若是奉你的名来敬拜的。这时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平安。那这是三甲来唱咱今仔日的诗歌，咱先献开咱的圣诗第216首。这是台湾人所写的一首诗歌，歌词是咱台湾人写的吼，伫咱台湾产生的。伊的这个歌曲是对英国人来写，已经早没偌久的时间。好，来，咱先来唱第1节咯，预备来。我心专不天后兄弟，真就是对伊来，主吹叫波经无也济，互我安然徛在。好，感谢主吼，咱心内全无天后上帝。咱的拯救，你有确信你的拯救是为倒来无？有无？
哦，上细声呢？你有确实你的拯救是为上帝遐来无？感谢主，哈利路亚吼！所以咱心内专有听候了上帝拯救是为遐来，因为有安尼确实，主就会诚做咱的照伴甲坚固的影子，互咱通安稳安然来徛在。吼，所以有即个信靠，咱爱先出伫咱有信，所以咱会当心得到坚固，吼，互主来带咱行头前的路。吼 ，OK 啦，咱过来唱一摆。第一节咯，我心专不天好上帝，拯救是对伊来，主最救我坚固也这，互我安宁。第二节。咱小休一下吼，来第二节，咱先来读看卖，这要安怎读吼？内底有足侪字吼，跳过人过吼。来，做伙来背来，恁攻击人煞毁坏伊那。哎呀，猜呀，这几字要安怎读？车那 n。起车吼 ，n 我甲 n 到迄无 n 起车会唱吼，表示安怎？什么动作？甲 n 哦，要互车对无？要互倒落去对无？过来咧，三甲过无，要到第四，过来咧，哈什么？到第四拍，迄时哦，哦到第四啦，到第四哦好，三到过无要到第四，拍台过来咧，拍台太白个想好，搁一甲，歌词搁头一甲，预备来。恁攻击人煞毁坏伊，若演汽车会唱，三甲过无要到第四歹台。好，歹台莫搁想吼。好，感谢主，咱搁唱一个第二节。第三节，恁吹着好心来就错，搁也欢喜悲惨，我心渐渐绵艰苦，听候上帝。第四节。尾仔节，无人教我手提，无受灾无家己，关联主爱属伫上帝，照所行无。来，上尾仔节吼，搁头一届来。无可保留
骄傲像体，无想再报家天。关灵主爱属地上帝，照所行报应伊好。搁一摆第5节咯。我可无了骄傲，无地狱再报家天。关灵主爱属地上帝，照所行。感谢主，好，咱搁来唱下一首416首。来，这首的信息嘛是共款吼，歌词是咱台湾人所写，那伊的歌曲嘛是共款，是伫为早是1874年的为英国开始有这首诗歌吼。来做伙对第1节，先来唱第1节。经过一日日出阴川，主必成就不惜看管，以莫的民主高挂断，感谢上帝欢喜。第2节。感谢主，好，咱今仔日诗歌就唱到这吼。期待咱逐工，因为咱信，所以咱会当得到主，互咱赢做咱的坚固相伴，互咱的信心加添，互咱毋管是啥物时阵，咱拢会当真平安安然徛在。以上。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咱做伙来吟信诗，信诗第216首，216首。我心全无听候上帝。第220首。我心全无听候上帝，我心全无听候上帝，拯救是对伊来，
主做石盘坚固赢坐，互我安然徛在，请吸力来吟全首。请坐。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固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的后面，启应文第22篇。启应文第22篇，就是信息的第95篇。现着咱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各种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照顾子民。咱同心来祈祷。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慈悲疼阮的天父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充满能力、智慧、公义甲灵敏。无论即个世界变甲安怎，你永远拢袂改变。你的恩典每一日赏赐予阮，我们感谢你。
阮要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将这一切的荣光拢归互你。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承认家己的软弱。阮常常因为受过无闲，无亲近你，嘛常常照家己的意思，无倚靠你。伫言语甲阮的所行所做顶面来得罪你。即时，阮要谦卑家己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一切所犯的罪，洗清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重新倒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离开骄傲、自私甲埋怨，合时用疼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诚实甲温柔活出属于你的性命，互阮会当哪来哪亲像主耶稣一样。主啊，我嘛要为即个世界来祈祷。即个世界还阁有足侪所在伫战争、有天灾、冲突甲不安。求你怜悯遐个受苦的人，安慰失去亲人甲大个所在的家庭，授予智慧，互逐个的领袖，互因会当追求和平、公义。也求你保守台湾，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所有的天灾的防备，拢求你有你的圣手来带领甲看顾。我也特别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你坚固阮的教会，互牧者甲所有的同工拢会当充满智慧甲疼心，带领兄弟姊妹伫真理中会当成长，诚做即个世间的光甲盐。嘛求你兴起搁较侪人来愿意来服侍你，将你的福音传到需要的人的心。最后，愿你保守阮这个礼拜的生活，应带阮所讲的、所做的代志，拢会当荣耀你的名。求你赏赐阮信心、望甲疼心，互阮无论拄着啥物代志，拢知影你一直伫阮的身边。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平安。阿门。即时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圣诗第127篇，圣诗第227篇，伫旧约圣经678页。显着我来读。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恁早早起，晚晚困，食劳碌所得着的饭也是空空。耶和华所疼的人，伊要互伊好困。看，囝儿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怀孕的体是伊所互伊的报赏。少年的时所生的囝，亲像勇士手中的钱。伊的子弟充满的人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敌讲话，的确无地见笑。读圣经到遮。
是要请信歌队来献诗，伊要吟的诗歌是《上帝若为咱》。这时要请本堂的理学传道师来讲道，题目是工课，若毋是耶和华建造，工课若毋是耶和华建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即个圣的主日，做伙组织伫遮来看上帝的话语。今仔应该是我做传道书的时期，伫文山教会最后一篇的讲道，实在真多谢恁3冬以来的包容我的讲道，毋是介深，
也是讲体谅我搁咧学习的过程。搁真多谢侪侪会友，拢会当互我侪侪的鼓励。所长咧嘛，常常甲我教台语。搁有柯牧师、圣山牧师，对我的讲道有侪侪的分享甲教导。也因为安尼，我实在真感谢主，派我会当来到文山教会，互我有即个学习的机会，得到遮侪会听甲学习。愿主的圣神继续甲咱同在，透过圣经的话语、讲道中间的分享，拢来建立咱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会当来建立咱甲主亲密的生命的关系。伫咧讲道的大声，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愿你的圣神即时伫阮的心内，对阮的需要来讲话，对阮生命的欠缺甲软弱来补足。愿主，你即时甲阮同在，互真理的神引带阮，伫即篇讲道内底，领受对你来的教导、启示甲祝福。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伫咧年初的时阵，团队就有讲，即届今年要用就徛的诗来诚做系列的讲道，是为着要互众兄弟姊妹会当伫上帝的话语内底学习要怎样伫即个世界诚做门徒。一直经过头前8讲的讲道，一直到第9讲，就是咧讲工作，若毋是上帝起造。团队毋茫讲透过即个过程，透过就徛的诗，咱会当学习要怎样诚做一个属灵的谈判，学习怎样诚做上帝的囝儿，然后做伙来跑走即条诚圣的道路。今仔日的即个经文记载伫诗篇127篇，也就是所罗门的诗。这篇诗篇是咧教导咱对伫工作应该爱明白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啥物。经过圣经学者的研究，这段经文应该是伫所罗门早期，也就是在建筑好圣殿了后，伊将迄段时间伊的信仰的领袖写出来一个公开的宣告，也就是伊甲伊的人民甲官员做一个宣告，就是讲，就算讲因拥有遮尔济的财富、能力、发达的遮个技术，总是上重要，只有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同在。总是咱知。最后，所罗门伊瓦靠的是家己的智慧，治到伊的国分裂败坏。这篇诗篇伫咧几百年了后，互人编入去就徛的诗内底，为着是要提醒迄当时受掠归倒转的遮个百姓，会当来明白，随望因当去起造耶路撒冷城，总是上重要是因应该爱来重新起造因对伫上帝的敬畏甲倚靠。若是无上帝的同在，这一切的建筑工程，拢只是空空着磨。所以诗篇127篇，互咱一个警告，甲互咱一个例证。这个警告就是咱必须爱审查家己的工作的心态甲目标到底是啥物。敢有甲连接伫主上帝起初想赐互咱迄个工作的能力有共款的目的？做一个门徒上重要的功课，也就是咱必须爱伫咱的生活内底不断来敲揣上帝起初创造人类的心意是啥物。所以第一个警告就是咱莫诚做一个空空着磨的人。这是一个焦点的问题，重点是若毋是这3个字，要不是。咱会当将这3个字带入去到咱的工作、生活内底的任何的追求顶面来审查家己。我若是想要升官，若毋是为着上帝；我若想要赚大钱，若毋是为着上帝；我想要创业，若毋是为着上帝，这一切拢空空着磨。所以这个警告，我想要用巴别塔的这个故事来先来甲大家分享。啥物叫做空空着磨？迄阵人自职工作、努力打拼，是为着安那？要来建造一个超越上，会当接近上帝，也是讲超越上帝的一个建筑物。因同心合一，总是伊的焦点是错误的。上帝爱咱同心合一所建造的，其实是属灵的信仰的群体，也是讲咱个人属灵的内在的圣殿。总是遮个人因认真。打拼是为着要关过上帝，也因为安尼，这个努力打拼工作的态度，
为因带来是罪恶甲混乱。内底也包含人类的骄傲甲自高，所以遮个人伫上帝的眼中看起来就是空空着无的人。也因为安尼，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咱嘛爱来问家己：咱一生的打拼、努力工作，到底是为着要建筑啥物？是为着啥物款的目标来建筑？若是咱知影，咱伫即世间不过是寄居，你所追求的目标，佫会是啥物？这对咱来讲真重要。请注意，传道并毋是要否定咱伫世间任何的追求，甚至是对伫工作顶面咱的打拼认真。总是我要讲的是，咱认真打拼工作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咱想要透过这份努力，为着家己来建筑啥物款的未来。今仔日的经文的第1节到第2节，拢向咱来显明一个真特别的真理，也就是上帝一直拢在工作。经文记载，若毋是上帝起造，若毋是上帝固守，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迄个安息，只不过是为着人类所设立的一个模范。总是咱知影，咱的主上帝，伊的工作伫咱的生活中间的每分每秒内底，伊拢持续咧工作。所以起初上帝呼召人类甲伊做伙同工治理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的时阵，也就表明咱必须爱认真严肃来看待上帝，甲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咱必须爱时刻注意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然后咱就愿意顺服甲配合。其实我想要表达的，这是一个上帝国的眼光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前一阵我去看这个电影，大家敢有看过《极限返航》？我应该不会爆雷啦吼，简单讲一个迄个剧情就好。伊咧讲，迄当时的一阵迄个科学家，伊发现有一种细菌吼，叫四日菌吼，伊会去咬迄个吞食迄个日头，直到迄个日头会灭亡。若日头无，世界就安那，就嘛会世界末日安尼吼。所以迄当时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拢派出上厉害的科学家，因想要来研究要安怎来拯救、保护即个日头，莫互即个细菌来食去安尼吼。所以我咧写这张讲道片的时候，我想到即个电影，我咧想吼，人类拥有即个世界遮尔久的时间，每一个时代的人类拢打拼想要起造即个世界，大家努力咧发展遮的科技，总是人类到底要将即个世界起造到啥物款的模样？要带即个世界去到倒一个所在？若是咱认真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发现，人类只不过是用内在的私欲去建造一个互家己较舒适的世界那尔。最后呢，这个事实会证明世界只会愈来愈败坏。总是当我看到迄个电影，世界各国为着世界末日，全人类拢团结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拯救世界、保护地球的时阵。迄时谁会管迄个美国拍伊朗，也是讲俄罗斯会拍乌克兰？迄时的人类所有的冤仇、利益，拢爱放落来。就伫迄个时阵，咱会看到一个真理，就是原来咱是一个群体，无分种族，无分国家，甚至咱会当讲咱是一体。人类到最后，一定会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目标。迄是啥物？这就是爱咱遮的基督徒，甲遮的世间人眼光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圣经伊早就在咧甲咱讲，上帝对人类的心意到底是啥物？上帝伊创造人类的罪也好，也是讲伊的律法也好。耶稣会听甲救赎、福音的重要、信仰的团契、的建立等等的，对旧约到新约，拢在咧向咱显明上帝一直咧工作，上帝一直咧邀请人甲伊做伙同工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咱继续当来到今仔经文的本身，咱来看诗人是怎样分享，咱莫成做一个空空着无的人。
当咱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段到第2段，看起来亲像无啥物关联，对不对？一边咧讲建筑嘛吼，一边咧讲生囝嘛，对不对？总是当咱进入到经文的原文的字来看的时阵，就会发现一个真趣味的所在。第一个所在，躯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无。迄个躯体甲第3节到第4节内底是讲到会囝儿有共款的字根。其实迄个躯体的原文嘛有家族、亲族的意思。若是安尼，伊要表明的是啥物？这可能嘛代表一种的关系。所以咱会当伫即2个层面内底重新来理解即段经文。伫第一个部分，当咱伫咧躯体的字顶面、字面上面所看的意思的是，这来提醒咱，莫亲像起造巴别塔下遮的人共款，将生命的焦点放伫毋对的所在来追求。咱需要来审查手中所做、咱所想、咱所建筑、追求的一切，敢有下伫上帝起初的心意内底？第2个部分，当咱将躯体用家庭来比喻的时阵，也是讲关系来比喻的时阵，咱继续看到第3节到第5节即个过程，咱会发现一个意思，也就是当咱的家庭，也是讲甲人的关系的起造者，若毋是上帝的话，咱所做的一切也是空空着无。我家己对这段经文的领受，就是其实关系是一个重点。当咱努力打拼，要互咱的家庭有好的生活，互咱的囡仔有好的环境、资源等等的。总是也因为安尼，咱失去甲亲人的亲密的关系，甚至是失去囡仔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安尼，这一切劳苦付出，拢只是空空着无那尔。因为经文内底，伊所讲需要起造的迄个躯体，并毋若只是咧讲咱地上所看到迄种石头所起的躯体那尔，而是有生命，是有关系。属灵的家庭的关系，也是讲一种合伫上帝心意属灵的关系内底。也就是讲，无论是咱做父母的，也是讲咱做囝儿的，咱做兄弟姊妹的，咱拢是伫上帝手中美好的工作。咱拢需要上帝的同在甲心意伫咱的关系中间。我只是要用牧师引导来做一个例吼。我伫牧师引导的家庭的教育内底。我看见因真正是甲因的厝内的起造伫上帝的主权内底。我有经过陈恩伯恩的同意啊，我有甲因问过，因2个吼，今年拢申请着要出国，会当有学习的机会。听因咧分享的过程，因真清楚知影讲，因的家庭可能无法度替因支出遮的出国遮的一寡需要，总是因真努力敲出侪的机会，努力去申请补助，甚至写计划。因2个足认真咧写遮的计划，然后因着每一日咧祈祷，因拢结果到即个暑假，因2个拢申请着会当出国学习的机会。我伫边仔看因即2个囡仔的过程，我感觉真感动。我看见的是因2个囡仔是怎样伫因的需要顶面倚靠上帝，因无埋怨，因只有祈祷，然后努力去做因的付出因的行动。然后当上帝成就因的祈祷的时阵，因就亲身经历着因的父母所甲因分享，甲因父母所倚靠的迄位上帝。所以因的信仰，因甲上帝的关系，甚至因伫未来手中所要做的一切。我想拢会继续伫上帝的手中来陪伴因来完成。迄是因为因学习到倚靠上帝的功课。这是毋是真有价值的一件代志？所以简单来讲，诗人伊所带互咱的警告，就是咱伫即个时间所做的一切工作，上深的意义，一定是拢爱为着成就上帝的国。这其实无关系到你做啥物工作，
你是啥物行业？你是啥物身份的人？你是咱努力超找，甚至学习来改变，互咱伫即个世间为着家己所建筑的生活的根基，其实是起造伫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听顶面。一切拢会连接上帝对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对人类所有的计划，迄个计划到底伫倒位？伫圣经内底，伫你的灵修祈祷的生活内底。所以，刷落来，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例证的部分。诗人讲：恁早早起来，晚晚困，食劳碌所得到的饭，也是空空。耶和华所疼的人，伊要互伊好困。伊要带领咱看见的是一个啥物？白目焦虑的人，甲一个平静安息的人。即两个人的差别是啥物？其实就在伫伊敢有明白，伊是耶和华所疼的迄个人。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恁暗时有好困无？我拢是我昨吼，甲团长就讲好，我要来困啊。我倒咧滑2下手机就开始讲啊。我是一个足好困的人。毋知影恁的工作、恁的课业、生活，敢会抵到，互恁无需要无闲到足暗的？若是讲恁有压力，抵到恁会有失眠的烦恼。诗人透过第30到第50开始来解说。诗人用困眠说明一个人若是真实来明白了解，伊是为着啥物咧努力的时阵，而且伊知影上帝掌权，因带同在。即款的人，就算讲烦恼伫过头的真过头的艰苦，也是讲超凡内底，伊犹原会当拥有好的困眠，因为伊知影上帝掌权。所以伊讲，伊阁继续讲落去，伊讲第30节，伊阁继续讲，伊讲囝儿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怀孕的体是伊所互因的报赏。这亲像咧讲一个生囡仔的过程，对毋对？总是诗人一生伫第1节讲，起造城市、固守城市是偌尔辛苦困难的代志。总是困眠甲生囡仔，算是一个非常自然，人类受创造以来真自然的一个代志。我看去诗人伊要透过困眠甲生囡仔来强调一个关系的重要。为虾米我安尼讲？会当安然好困，是出自迄个人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过来为生囡仔，这敢毋是嘛是伫一个亲密的关系所带来一个真自然的结果吗？所以迄个囡仔毋但是字面顶悬囡仔的意思，其实也包含着家族、亲族关系或者的意思。所以甚至伫第1节咱所讲的厝体，其实也包含伫即个亲密的关系，自然所带出来束缚的即个中间。所以拥有这份关系，就自然会生产最亲密的关系，属灵的产业出来。也因为安尼，拥有这份关系的人，就是上帝所疼的迄个人，伊是有福气的人。伊若亲像勇士，充满气力，甚至是伫对敌的面前，伊讲话伊嘛袂惊吓，也袂失败，因为伊生产出最属灵的关系。甚至伊甲有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这也就是耶稣为着咱来展现的一个过程。伊互咱明白着伊甲天父上帝的关系，然后因伊遐文道分享，伊伫地上的使命甲呼召是啥物？然后透过亲密的关系，去引呼召因来军队。因为安尼，自然侪的人为着要回应甲上帝的关系，就进入到甲耶稣这份关系内底，真做啥物？兄弟姊妹，所以伫耶稣伫地上的工，就毋是空空着活，伊是一个互上帝看做伊所疼所祝福的人。所以咱会发现，原来咱伫地上的工作，并毋是我靠成就甲财富来成做一个评判的价值的标准的时阵，真实的重点就在伫咱拥有啥物款的关系，甲人甲上帝有啥物款的关系。所以，若是咱用关系来替换迄个经文内底“囝儿”的即个字的时阵，咱会当发现讲，看关系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
关系是伊所予伊的报偿。所以，当咱甲主有亲密的关系，搁明白咱伫即个世间的呼召，咱就自然会生出侪即款美好的属灵的关系。渐渐你会发现，你身躯边的人，你拢会当称伊做兄弟姊妹。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传道的意思，并毋是要否定各位的工作。传道想要透过诗人的分享，甲即个警告甲例证，帮助咱来了解，其实咱是啥物工作，并毋是上重要的。甚至是讲任何的工作，拢有办法成做上帝伫即世间的工作。上重要是咱敢有将工作看做是一个，上重要是咱敢只有将工作看做是一个趁钱的方法，也是讲咱的工作会当真侪互咱转化真侪甲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我知影有可能真困难，总是我想，咱会当来用圣神来祈求，伊所赏赐互咱的创意甲智慧，帮助咱会当伫生活甲工作中间来实践甲上帝同工的生活。所以我想简单，最后简单来讲，就是咱会当先注意上帝会听甲讲伊是怎样实践伫咱的工作内底。伫工作内底，咱要怎样为着人来带出帮助、带出回复？怎样伫工作的中间为着人来带来安慰、带来讨棒？上帝伫即世间有侪的行动，当咱仔细来观察的时阵，咱就会当对即个中间拣几项吼，你感觉会当做的，你伫你的工作内底试看卖，来实践看卖。上重要就是咱必须爱甲恢复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因为只有迄份关系，就会当帮助你自然伫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内底，生脱出侪更加会当支持你、帮助你的属灵而且的关系的产业。最后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即个生了甲我较熟的吼，阮姐姐啦吼，大家敢有看过？这阮太太吼，即两个是我较早教会的辅导，因是一对翁仔某。阮姐姐若知影我甲伊的面孔遮大，一定生气的。毋过，我是要讲即场辅导的故事啦。上帝其实无赏赐即对辅导有囝儿，总是因对阮细汉的时阵就疼阮诚做因的囡仔。过去有一段时间，因为台湾甲非洲马拉维即个国家有邦交，所以伫2003年的时阵，台湾派医疗团要去到非洲马拉维即个所在，就邀请即个辅导，伊去遐做一个医疗团的团长的工作。即两个辅导，因拢一个是麻醉科的医生，一个是牙医，所以就邀请因去到马拉维遐带台湾的医疗团。伫迄个时期，即当时是伊44岁的时阵，是伊工作、事业、生活上美好的时阵。伊伫病院伫遮拢已经做到一个空站嘛，对毋对？总是伫迄个时间，伊经过祈祷了后，伊就答应要去到非洲即个所在，甲伊的太太做伙去。去到遐面对着的是遐的人有迄个艾滋病非常严重的问题。为着安尼，伊特别搁针对遮的艾滋病来做核实，要怎样为遮的人来治疗，来预防即个艾滋病伫即个所在搁较侪会拓开安尼。伊伫马拉维差不多有4天半到5天的时间，伊治疗差不多5300位的艾滋病的患者。伊伫遐成立一个叫做彩虹门诊，因为迄当时的遐的人无健保、无身份证啥物的，所以因为安尼治到因的艾滋病会拖到足济，是因为因拢无好好医疗的记录。所以伊伫即个过程，伊一直咧想办法，然后祈祷上帝互伊一个创意，伊就是将台湾迄个指纹的辨识的系统，摕去迄个所在，为遮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好的医疗的即个档案。
来帮助因做一个好的追踪，互因知影讲，当时爱摕药啊，当时爱回诊啊，还是讲当时爱安怎继续治疗啥物的。所以伊伫遐开始为因设立遮个门诊也好，也是讲遮个系统也好。总是一直到2008年的时阵，马拉维甲台湾断交，因受迫爱转来到台湾。因即对翁仔某甲遐个住民咱做伙哭，因为大家足毋甘的，大家毋知影啊以后破病要找啥，以后若有问题要连饲鸡仔嘛要来问医生，啊饲啥物拢爱来问医生安尼，所以因真毋甘。然后即个医生伊讲一句话，伊讲。遮每一条性命拢是我真用心一条一条救回来的，遮个性命拢是我的宝贝。伊要怎样安尼放下遮个一切？所以伊流目屎，伊甲遐人讲，我一定阁会回来。所以伊要行进前，伊阁想起讲，即个门诊内底门诊的人，可能会失业，会失去头路，因为伊转去了后，遮就无法度运作啊嘛吼。所以伊就摕家己的钱，替遮所有的人。付半冬的薪水，希望因会当继续伫遮有一段安稳的生活。这个行为感动迄当时马拉维中央病院的院长，这嘛真做伫未来，因会当搁转去到马拉维，一个真重要的帮站。转来到台湾了，伊就试过想办法想要转去。经过5个月的时间，伊重新成立一个国际的非政府的机构，叫做陆家机构。等于到迄个马拉维的所在，总是等于遐个所在的时阵，伊发现讲，原来因所建立的遮个物件、医疗的环境等等的，已经互中国的医疗团占去啊。因只好用别种的方法，继续来帮助马拉维迄当时的遐个百姓，一直到现在已经20年的时间，即个机构一直拢真做马拉维的人极大的祝福。我会想起即个翁仔某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因是我熟悉的人内底上接近今仔日经文的即款的人。虽然因无囡仔，总是阮遮互伊听过、带过的遮个囡仔，阮拢是因熟练的囡仔。虽然因有真好的头路、真好的生活，总是因更加伫意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对伫即世间的对伫即世界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今年33岁，即对翁仔某就熟悉我33岁。对我出世的时阵，因就甲我抱咧。所以我真正知影，因两个是甲主有亲密关系的人，而且佮加上因的顺服的时阵，上帝就使用因的工作，成做上帝的工作。因的生命自然就结出济的果子，因的生命就充满福气。因愿意伫因的工作顶悬来成就上帝的工作，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总是我也希望这诚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鼓励，互咱来明白着，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手中美好的工作，是为着要互这个世界愈来愈接近上帝国的温度。最后，我已经讲3个最后吼，最后。搁一摆，多谢各位兄弟姊妹这3冬的包容甲疼痛，也请恁原谅讲我要转去高雄的这个决定。阿伟，阮某讲我会哭，毋过我袂。伫超找这个主的心意的过程内底，经过怀疑、软弱、惊吓，甚至到现在，我一面咧期待，一面慢咧紧张甲惊吓。我毋知影上帝要带领我刷来的骹步。也是讲要为伊成就什么款的工作，总是我有信心，是因为我知影我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所以我愿意将我的性命、我的工作，当做上帝的工作。想起3年的这个时阵吼，我抽到台北中会实在是真艰苦，我嘛甲伊林冒咧哭。总是当我来到文山的时阵，恁是安尼听我甲伊林，互阮两个伫台北无一点点感觉孤单的感觉。恁嘛真紧伫即个过程有厝的感觉，所以我想上帝互我来到台北的这3冬绝对毋是空着我，因为我有得到甲恁亲密的关系，可能也帮助恁加减减，甲上帝有较亲密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讲，我甲家己讲，这不过是一个换去另外一个工地。
继续甲上帝、甲恁做伙伫上帝国内底同工。我嘛会继续替恁祈祷。毋望今仔日传道讲的遮个信息，真正互咱每一个人来思考，咱手中、咱的性命、咱的工作，要怎样成做上帝的工作。最后，我想要做一个祝福祈祷，来互所有文山教会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你属灵的厝内底，成做一家人，互阮彼此相听，彼此扶持。也感谢你赏赐互阮侪侪的文书才能，互阮伫即个世界会当做各种的工作。无论是啥物款的身份、啥物款的工作，阮拢相信主，你会赏赐互阮教业的智慧、圣神时刻的快乐甲帮助，互阮伫阮的生活内底邀请你甲阮做伙同工，互阮的工作也成做主上帝你改变即世界的工作。我感谢你，赏赐文山教会侪侪兄弟姊妹，伫3冬内底成做阮厝内的人，听阮、鼓励阮。只是我嘛要为着遮个兄弟姊妹献上大大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大大祝福所有文山教会兄弟姊妹。当因咧跑走信仰的道路的时阵，虽然有软弱，经过抗压，总是主。愿主你的圣神时刻成全因的快乐甲帮助，互即间教会继续伫文山即个社区，成做听的出口，成做大大的祝福。特别愿主你透过圣神，每一日来陪伴所有兄弟姊妹，当因咧向你祈求的时阵，你就赏赐互因教业的能力甲智慧。当因软弱惊吓的时阵，你的圣神就安慰、赏赐因平安。当阮兄弟姊妹有侪侪身体软弱的，恳求主，你来医治因，帮助因，经过这个病痛所带来的抗压。愿主继续帮助阮兄弟姊妹伫即间教会内底彼此相听。迄个痛爱大到，互即个社区看见；即个痛爱大到，互即个社区的人会欣赏，所以因就愿意进入到文山教会，来领受即份极大的稳定甲疼痛。我要将所有文山教会兄弟姊妹带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使用因，愿主疼痛因，愿主陪伴所有遮的兄弟姊妹。这是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信诗第416首，信诗416首。经过一日伫主引带，经过一日伫主引带，慈悲圣手不时牵我。幸无经暝，主甲我大，感谢上帝欢喜唱歌，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欢喜唱歌。
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一款方式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暗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请坐。即时要来报告，要报告的代神，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第2面，咱来读2遍，请。既若恁所做，着出伫心来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歌罗西书第3章23节。既若恁所做，着出伫心来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歌罗西书第3章23节。现着周报的第3面，下周的圣工分担，第一礼拜的领唱柯玉佳执事。司礼是潘美妍长老，司琴是苏云华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张景伦执事甲我本人，交台是李尔博执事甲张文璞姊妹，音控是施浩轩弟兄甲张信群兄弟。欢喜的请家己来看。下周的聚会内容。拜3的查经祈祷会，主要内容是列王记上第12章，司会是赵友诺长老，主理是柯新凯牧师。第一礼拜的内容是经文是以弗所书第6章10节到13节，题目是。我靠装备，信息是271首、570首、399首。主理是柯新凯牧师，请大家会当伫厝内先准备。现着周报的第6面，教会的消息报告。第1点是
本主日定伫本主日了后12点半，伫地下室1楼要召开第2摆的圣诞筹备会议，要邀请各团体的会长、队长、负责人，阁有兴趣参加圣诞节活动的兄弟来参加。第2点，伫本主日圣诞筹备会议了后，要煞来召开礼拜组的会议，请组员同工劳务参加。第3点，财务组定伫今年的7月19号要办理2026年顶半年度的检销，请各团体的财务同工开始准备，嘛请同工要先将手头的现金伫6月30号礼拜2进前爱存入银行。第4点，儿童主日学定伫7月8号到7月11号，要伫教会举办夏令营。啊，伫7月7号，顶面有写毋对吼，是7月7号有同工的训练。请大家为因的筹备顺利，营会的期间会出入平安，同工甲学生伫信用的成长来带导。另外，阁有要征求，就是有意愿伫7月9号拜四早起9点半到10点半，要来协助因开车，要接送因的囡仔，啊，阁有同工要去猫空山顶的会友，若是有意愿的会友，会当伫1楼柜台登记。第5点是杨佩琪的高长工，就是陈宏珍弟兄，伫6月23号礼拜2蒙主恩召，伊要定伫7月4号礼拜6 8点，在台南的新营福源殡葬专区举行入殓礼拜、告别礼拜，还有火化礼拜。那同一天会在台南市的大内生命纪念园区举行树葬安葬礼拜。那请大家为因的家族的遗族代祷，求主安慰甲扶持。第6点，定伫8月2号拜日下晡1点到4点，伫2楼的礼拜堂要举办送终照护、医疗沟通与爱的陪伴的专讲。那会邀请李佩仪老师来主讲。那因为当天是父亲节的联合礼拜，中午会有爱宴，那请大家能够到1楼的柜台能够登记报名，然后让那个我们人员能够备餐。第7点是7到9月的圣工施工表已经安排好，有需要的人可以到1楼柜台领取。第8点是第8名有7月的上星的名单。要请牧师来为7月生日的兄弟来祝福。好补充报告，迄个伫主日学的部分，因为伫7月初9，因设计即个营会是要去到鸟空的山顶吼，所以需要咱会友开车载因去，所以若伫7月初9早起9点半到10点半即个时间，你有闲。恁嘛会当请假，来教会载遮的囡仔去哩。拢总偌济人呢？咱的学生囡仔有38位，佮加上因遮的同工，可能是超过50位以上所以需要的车辆可能爱几落台你若会当，请你伫楼骹报名，互咱的同工，互因遮青少年会使开始来计划要安怎将遮的囡仔送去你山顶。为什么爱去到山顶？因为咱旧年的主题是咧认捌咱教会，所以伫旧年夏令营的主题过了后，今年因的设计是要去知影迄个源头，所以有设计要去到山顶鸟空的山顶，所以已经有安排有2位因爱去哩，但是咱开车敢若载去1位就会使，因要照着早时。咱的先辈要为山顶行落来到山骹，要行迄个条件信仰的即个路程所以这真重要。毋那是互咱教会主日学的囡仔去回顾、去了解咱的
信仰的历史，嘛是要互外口来参与咱夏令营这囡仔，因会当了解文山教会开设的这个过程吼。所以邀请咱正兄弟姊妹，迄天若有闲，也是你会当请假，请你登记，互遮个同工应当做安排。这是第一项的报告。第二项的报告是咱的专题，伫8月初2，这个专题呢是要互咱会当明白，咱基督徒伫咱上尾的这个日子，咱要安怎来备办？这个备办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嘛是为着咱厝内底的人。这是伫去年牧师伫陪伴一寡家庭的时阵，我有真深的感受。就是有时咱真正毋知要安怎伫咱的亲人上尾迄段日子的时阵，咱要安怎做？咱会真紧张，所以透过牧师伫过去任捌的即个护理师，伊即嘛是讲师吼，伊要来甲咱分享即个主题，就是咱生命上尾一段路，其实咱会当有一个选择。这毋若是咧甲咱厝内底人讲，嘛是互咱会当有一个准备吼。咱基督徒，咱咧面对的，咱袂惊吓即个死亡。总是咱知，咱要安怎来备办即段路程，以及咱知影咱上尾的愿望是要到天顶的家吼。所以即个部分，咱会当来报名来参加。好，即时咱要来看7月份的生日，或者咱的兄弟姊妹，咱在场的咱会当请徛起来，咱要为着你来唱生日快乐歌。来7月份。请起立，还阁有哦，嘿，来7月份，我看者，小人无徛起来，好，拢有吼，好，来，咱唱2遍。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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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因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感谢你，互7月份生日的兄弟伫阮中间，我会当甲因同欢喜。过去的日子，你怎样引带因、看顾因，互因领受属天的恩典甲疼痛。只是叫恳求你加倍的恩典放伫因的身躯顶，互因一生拢有上帝亲身的祝福，互因领受属天的即个祝福。愿主将喜乐平安放伫因的内面，互因每一天拢来条件上帝，行伫上帝为因备办的道路。愿主看顾祝福伫因，愿咱的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搁甲讲一届，生日快乐，请坐。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有新朋友嘛？今仔日敢有新朋友？好，即时，咱要来行平安礼。搁补充一下，咱的教界消息吼。张宏恩牧师伫7月138日早起10点，要伫济南教会举行伊迄个七星中会总干事的就任礼拜吼，咱若时间会当，咱嘛会当去参加吼，直接补充报告。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咱互相来请安。
原徛咧，来吟祝福的诗。信诗第399首，信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线，请科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人来，吟念你心内。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牧师袂记咧讲一件代志吼。传道虽然今仔日是今仔上尾一届讲道，但是毋是今仔就离开吼，所以恁免紧张吼。伊可能要到7月底，伊阁要参与伫夏令营，甲少气的生活营吼。所以伊什么时阵要离开，到时候就知道了吼。请咱犹原给祝福啦吼。